後來最近有袂少的民眾來反映，講到大賣場買無雞卵，而且唔是買無爾，就參計數嘛變較貴咯。這個卵農甲業者攏表示講，欠卵可能有兩大原因，一個是天氣的影響，一個是雞仔食咧換毛。農業部嘛甲民眾話話，講唔免擔心，8月產量就會穩定。早起來一粒仔煎卵，好食佮營養，也毋過一個日常的滋味，敢講買無通食。有民眾來到賣場想要補貨，也毋過來到雞卵區，兩家說是空。自己即賣是個咧欠雞卵啊心。42。實際來到市場，業者講，以北部來講，白色的細筍卵無啥有欠，也毋過像紅卵這個特殊的雞卵，供貨量確實有降低。背後的原因可能是氣候的影響還蠻嚴重的。坦白說，我們不管缺蛋，你可以甚至去觀察一下市面上烏骨雞肉你也買不到。對，因為可能就是因為氣候的關係，導致說現在蛋量銳減也比較多。今年抓人熱烘烘去熬不抓，雞母就生較無卵。要賣少農民趁前一陣仔卵價較俗，提早安排雞食湯糜，也有可能是因為安尼，互產銷失去平衡。目前一工頭欠1萬箱啊，目前頭欠1萬箱。一般咱的蛋農攏會佇6月、7月、8月才會強制都換魚，所以雞卵本身量就減少吼。啊，我的看法是一定會繼續起價安尼啊。雞卵變少也會影響到計數。目前市場雞卵的掛價一斤是38塊，頂禮拜是44塊，這禮拜閣貴2塊錢，計數已經連續起過來的禮拜。是講農業部話講，目前卵價產量上少，並今的雞卵較懸，加上高溫加湯糜倒汰，開始對短期會出現欠卵的問題。也毋過8月得恢復產量，民眾免受煩惱。